歲月無聲，故人終逝。對於一班港片影迷嚟講，謝賢嘅離開唔單止係一位資深老戲骨謝幕，更代表住香港影壇黃金年代悄然落幕。縱橫港圈近70年，見盡業界繁華喜樂，一世瀟灑坦蕩，隨性通透，晚年淡然隱居，始終一身風骨。89歲安詳辭世，本係一場體面又溫柔嘅告別。謝家上下一路遵從謝賢低調嘅性格，從簡辦理身後事，唔鋪張，唔炒作，只希望逝者可以安靜長眠，家人可以靜心送別，撫平傷痛。但係善意同克制，並冇換來網絡嘅善意。喺謝家上下沉浸喺喪親之痛之際，大量無底線嘅謠言四處蔓延，有人亂作古仔編造離世原因，虛構過億遺囑，甚至拉上無辜藝人嚟博流量。逝者嘅體面被流量踐踏，家人嘅忍讓被視為軟弱。萬般無奈之下，謝霆鋒壓住心中悲痛，毅然出聲闢謠，一紙官方聲明粉碎網上所有流言，以最堅定嘅態度守住父親最後嘅尊嚴，終結呢場荒誕嘅輿論鬧劇。成件事嘅輿論風波由7月20日開始，當日下晝，多間權威港媒爆出謝賢病逝嘅消息，迅速霸佔各大社交平台熱搜。隨後謝霆鋒、謝婷婷兄妹先後發文，證實父親離世嘅噩耗，令唔少網民同粉絲大感惋惜。綜合港媒深度報道同謝家發佈嘅訃告，公開咗謝賢離世嘅詳細經過同真實病因。據消息指，謝賢離世前1個星期不幸感染肺炎，年近9旬，身體機能大幅衰退，難以抵擋病情侵襲，病況急轉直下，其後陷入深度昏迷，緊急送入醫院深切治療部全力搶救。喺最後搶救階段，謝賢展現出極強嘅求生意志同深沉嘅父愛。據港媒知情人士透露，就算已經昏迷，佢潛意識依然掛住喺內地工作嘅仔謝霆鋒，一路苦苦支撐，不願閉眼，只係想等個仔返嚟見最後一面。呢份跨越生死嘅牽掛，令人動容。收到父親病危嘅緊急消息之後，謝霆鋒即刻暫停晒內地所有工作同商業行程，火速趕返香港，日夜守喺病床邊陪伴。最終，謝賢喺仔女同前妻狄波拉等至親陪伴之下安詳離世，走完傳奇一生。噩耗傳開之後，大家除咗緬懷呢位老戲骨，目光都集中喺兩大焦點：謝賢嘅離世細節同後事安排。外界本來以為謝賢紮根港圈數十年，人脈廣闊，葬禮一定會辦得盛大隆重，唔少圈中好友都會到場弔唁。但事態出乎所有人意料，謝家全程低調處理，嚴格遵從謝賢生前後事從簡嘅遺願，摒棄所有鋪張儀式，肅靜低調辦妥所有事，全程唔對外曝光，唔刻意做熱度。根據港媒跟進報道，謝賢生前早已叮囑家人，自己過身之後唔使搞大型葬禮，唔設公開靈堂，唔想麻煩親友，亦唔想浪費公共資源。家人尊重佢意願，採用香港極為低調嘅遠出方式處理後事。所謂遠出，即係簡化所有殯葬流程，只喺醫院舉行一場細型私密告別儀式，淨限至親到場悼念。儀式完結之後直接出殯火化，唔喺殯儀館設靈，唔對外開放弔唁，徹底隔絕外界圍觀同拍攝。7月20日上午，謝賢遺體送往火葬場順利火化，成個過程簡短肅穆。狄波拉、謝霆鋒、謝婷婷全程喺場送別，一家人神色莊重，心情沉重，默默送別至親最後一程。成場後事並無圈中藝人到場，亦無媒體扎堆追訪，冇盛大排場，冇繁複儀式，完美延續咗謝賢一世低調嘅處事作風，亦充分體現謝家對逝者嘅尊重。大家本以為呢場低調嘅告別可以為事件畫上句點，等逝者安息，家人療傷，點知網絡輿論亂象先至開始。辦妥父親所有身後事之後，謝霆鋒並冇留喺香港休息，即刻折返內地。7月23日，有網民喺青島膠東機場捕獲佢嘅身影。片段入面，謝霆鋒一身黑衣，戴住黑帽，背住背包，步履匆匆，
神色疲累肅穆，掩飾唔到喪父嘅哀痛。據了解，謝霆鋒一早敲定7月25、26日喺青島舉行2場演唱會，檔期已定，無法隨意更改。本着專業態度，佢妥善處理好屋企事，送別父親之後，即刻趕返內地準備演出。喺忙碌工作嘅空檔，佢見到網上鋪天蓋地嘅假消息，各式各樣消費逝者、抹黑家人嘅離譜謠言層出不窮，徹底打亂佢同家人嘅平靜，亦令佢忍無可忍。短短3日之內，網上湧現大量針對謝賢離世嘅不實傳言，主要圍繞死因同遺產分配2大爭議點，不斷誤導大眾、消費逝者。關於死因，港媒最初報道真實可信，謝賢係因為肺炎引發併發症，搶救無效離世。圈中前輩田啟文受訪時亦默認咗呢個事實。但隨住輿論發酵，網上無端出現各式各樣離奇假死因，肆意扭曲真相，令大量不知情網民被誤導。相比死因謠言，網傳嘅遺產傳聞更加荒誕，亦係今次謝霆鋒出聲辟謠嘅核心原因。謝賢離世消息曝光之後，好多內地自媒體為咗博流量，憑空捏造完整遺囑內容，喺網上瘋傳。假消息聲稱謝賢留下過億遺產，9成留俾謝霆鋒同張柏芝嘅2個孫仔，剩餘1成由謝霆鋒同謝婷婷平分。仲話孫仔嘅遺產會由林青霞代為保管，等細路成年先至交還。呢段虛假爆料綁定多位知名藝人熱度，細節聽起上嚟似層層，成功拿捏大眾八卦心理，迅速洗版爆紅。唔少網民未經求證就瘋狂轉發討論，擅憑虛假資訊臆測謝家關係、兄妹相處模式，衍生大量無端爭議，令假輿論越滾越大。好快呢段離譜爆料就漏洞百出，遭到多方闢謠。林青霞官方影迷會第一時間出聲澄清，明確指出網傳代管遺產嘅講法純屬虛構，毫無根據。林青霞同謝賢只係普通娛樂圈前後輩關係，從來冇任何資產託管約定，徹底粉碎呢單荒誕傳聞。林青霞方面闢謠之後，最早發佈呢條消息嘅內地媒體只係刪走文中關於林青霞嘅內容，卻保留咗虛假嘅遺產分配比例等核心不實資訊，令謠言無法徹底平息。與此同時，網民發現重大漏洞，所有自媒體都聲稱消息嚟自港媒，但翻雲所有正規香港傳媒，從來冇任何報道提及謝賢遺囑同遺產分配。內地媒體無端借港媒名頭造謠，令一眾港媒無辜捲入輿論風波。就算疑點重重，多次被闢謠，不實資訊依然喺網上不斷擴散，反覆消費逝者熱度，對謝家家人造成2次傷害。一邊係謝家上下沉浸喺喪親之痛，低調緬懷逝者，默默療傷；另一邊係自媒體毫無底線，為流量虛構細節，製造家庭矛盾，消費逝者，強烈對比令人唏噓。多日以來，謝霆鋒同家人一直忍讓克制，唔想喺悲傷嘅時候爭辯，奈何謠言愈演愈烈，最終只能選擇官方闢謠。7月23號晚，謝霆鋒所屬嘅英皇娛樂同經理人霍文希同步發出嚴正聲明，全面澄清所有謠言，還原事件真相。聲明措辭嚴肅，態度堅決，指出有部分網友惡意捏造謝賢死因、遺產分配等虛假資訊，內容純屬杜撰，不但誤導公眾，更肆意抹黑逝者名聲，侵害家人合法權益。針對2大核心謠言，官方聲明給出權威定論：第一，網上流傳嘅各類離奇死因全部屬於虛假，謝賢真實離世原因以最初權威報道嘅肺炎併發症為準；第二，網傳過億遺產9一分配、孫輩繼承、名人代管遺產等成套遺囑內容，全部係惡意造謠，並不存在相關遺囑同分配方案。與此同時，官方聲明作出明確警示，要求所有發佈、轉載、傳播不實言論嘅個人同機構，立刻停止造謠傳謠，全數刪除虛假報道同內容。對於拒不整改、繼續抹黑逝者同家人嘅單位同人士，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，堅決守護逝者尊嚴同家人合法權益。隨住權威聲明出爐，呢場擾攘多日嘅輿論鬧劇正式落幕，真相終於大白。
回顧成件事，實在令人感慨。謝賢一生坦蕩豁達，低調通透，晚年淡泊隨緣，臨終前再三囑咐後事從簡，只希望安靜離世。點知死後都逃不過網絡謠言嘅惡意消費。謝家全程忍讓，心存善良，今次出聲闢謠並非為炒熱度，只係為制止輿論亂象，守住父親最後嘅安寧。今次事件亦徹底暴露咗當下娛樂圈嘅網絡亂象，唔少自媒體奉行流量至上，毫無敬畏，毫無底線，隨意虛構資訊，製造矛盾，靠消費逝者、抹黑藝人換取點擊同熱度。每一條未經證實嘅謠言，都係刺向傷者嘅利刃，令本來沉浸喺悲痛之中嘅家人，無端承受爭議同惡意攻擊，飽受心理折磨。而家真相已經公開，亦為所有網民帶來警示：網絡從來唔係法外之地，言論自由必須建基於事實同底線，絕對唔可以肆意造謠、肆意抹黑。面對逝者離世嘅公共事件，大眾應該心懷敬畏與善意，理性為觀，冷靜看待，堅持不信謠、不傳謠、不造謠，抵制流量至上嘅惡意炒作，尊重逝者，體諒家屬，守住網絡輿論應有嘅溫度同底線。願謝賢先生安息，亦願呢場無端嘅輿論風波徹底落幕，等謝家上下可以平靜療傷，走出悲痛。